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贪食无补数，老屎就艰苦。咱讲贪食的人，就是枵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读做财，死爱财第5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财是读做残，同款是第5条，意思就是贪食、无准则，抑个有袂见效的意思。教育部台语字典就借用这一字读做财，意思同款是贪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枵财，这意思是讲一个人足枵鬼、足贪食，嘛会当讲一个人看起来腹肚足枵的形。第二个词读做财者，嘛是讲一个人真贪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一支喙食无休困，互女朋友念伊伤过枵财，经过伊讲若是遮尔财者，体重就会愈来愈压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